过来消息咯，过来看咱国内各自外劳诈骗的案件是真多，有民众发现讲向财政部的电子发票平台冇安全的空旁，甚至食品册店消费者的各自外劳，各有民众接到中国通政的电话哦。所谓发展部的部长唐凤早起伫立法院是强调讲，会针对各机关来做宣传，要求加强密码的强度。国内治安事件真多，正常民众发现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，若收集企业通编政府提供有些密码，等看企业会员的资料，估算超过130间上市证券公司受影响。和立委批评政府治安爱国加强。这个整个治安系统啊，治安意识真的欠缺到这种状况。除了说要厘清到底是在哪一个点上面发生个人资料外泄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找到根本原因之后，必须要辅导他们去改善哦。不止公部门，正常民众伫成品网络册店买，也叫拍来要安怎的册了后，接到市场调查电话，对方阁强调中国武统是必然。这批成品的各自外泄，立委要求所谓发展部应该要调查清楚，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出问题。个案涉及后段的认知作战问题，各自的外泄途径及相关情形，数发部有厘清了吗？是按照重大瞩目程序哦，3天之内调查，10天之内做报告，那14天之内做出处分，那这个处分也会对外公开。唐凤强调，财政部财政咨询中心已经完成密码重点的改善措施，各宣导各机关应该全面检查业管系统，强化系统效和密码强度加管理制度，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所谓